又是狂炫各種小甜品的一場。真係估唔到 Vision 嘅麵包店喺佢隔離都整咗間蛋糕店啊！件蛋糕嘅造型都非常之 fancy， 均價喺80到90蚊之間。85蚊一隻嘅抹茶雪山塔，講真買單嘅時候真係有啲肉赤，不過真係好好奇係咩味道，所以都係想試下。曲奇塔皮好香脆啊，完全冇因為入邊嘅奶油浸濕晒。出邊係一層好厚嘅芝士奶油，落咗好多好濃郁嘅抹茶粉，中間呢就係抹茶嘅海綿蛋糕同埋抹茶醬。我覺得係冇嗰款抹茶嘅酥皮蛋撻咁驚豔咯。佢海綿蛋糕嘅部分我覺得有啲多，如果係做成 Tiramisu 咁嘅 mousse 蛋糕嘅口感，我覺得會爽好多。好大隻啊！呢個係 Tiramisu Capaca， 就係波蘭泡芙蛋糕。好重嘅酒味啊！我係估唔到佢手指餅乾個部分呢，酒味好重啊！定係話啲正宗嘅朗姆酒就係咁苦苦酸酸嘅呢？泡芙嘅部分呢，就係軟皮嘅，個口感呢，就係比較軟熟嘅。我覺得好似有啲似雞蛋仔，即係佢又唔係話做得好鬆化，又唔係話好綿密，就係比較普通嘅雞蛋糕。所以呢成個 cake 我就係覺得佢呢個奶油比較好食。台灣好出名嘅洪瑞珍三文治，香港都有好多間分店。買咗2個口味嘅。洪瑞珍佢哋買嘢一定要俾現金或者八達通㗎，唔可以電子支付㗎。佢哋嘅招牌係做三文治，不過我覺得呢個戚風蛋糕系列都唔錯。奶油同埋蛋糕嘅比例啱啱好，蛋糕亦都非常軟熟，朱古力奶油都好好食，唔會話好膩。唔知係咪因為啱啱從雪櫃入邊攞出嚟，呢個三文治嘅麵包有少少硬，有條件嘅話，我覺得都係加熱咗會好食好多。不過佢中間嘅餡嘅部分，我覺得搭配都係好好食嘅，鹹嘅芝士，甜嘅奶油，鹹甜搭配真係 YYDS。同埋佢嘅芝士味呢，一啲都唔覺得好重好鹹，味道整體嚟講呢，就唔算話好驚豔，但係就係簡單嘅好味咯。山姆的焦糖千層蛋糕，山姆的焦糖千層蛋糕其實說了好久了，但是我現在才吃。還有脆脆豬，我是還吃到一點椰奶的味道。用的是鹹奶油，但是這個鹹味是非常柔和的，鹹鹹的海棠椒鹽的味道，鹹甜的比例剛剛好，吃着不會很容易膩。中間夾了點焦糖餅乾碎，還有一些巧克力脆珠，吃起來口感特別的豐富。甜度對我來說也是剛剛好的，它的焦糖也沒有那種烤焦的那種糊味。